香港茶餐廳有一個特色，就係可以同啲三唔識七嘅人搭台，隔離台講咩，你就算唔想聽，都聽得一清二楚。上星期有日食晏，隔離台坐咗兩位太太，其中一位太太好自豪咁講，自己一對仔女每個月學費加雜費要使成3-4萬蚊。佢跟住話，如果第時佢哋是但一個做到醫生，就可以回本。我聽完第一個反應係，好彩我冇生仔女，每個月個3-4萬蚊，我可以使晒落自己度，根本唔需要等10年8年，已經即刻肯定回本。不過講笑還講笑，當時我心入面其實浮現咗另一個問題：呢兩個小朋友其實係咪真係想做醫生？如果佢哋唔想做醫生，咁點算？或者應該講佢哋阿媽點算？如果佢哋一個想做廚師，另一個中意照顧動物，想去做動物護理員，父母會唔會覺得自己呢幾年每個月3-4萬蚊嘅投資咪血本無歸咯？我相信嗰位媽媽未必係勢利，佢可能只係焦慮。香港生活成本高，競爭大，做父母嘅自然希望仔女將來有穩定收入，有社會地位，唔使捱苦。所以當父母叫仔女讀醫、讀法律、做專業人士，背後好多時唔係貪心，而係一種恐懼。怕仔女輸在起跑線，怕佢哋將來揾唔到食，怕自己有朝一日照顧唔到佢哋，同時亦希望仔女可以有能力照顧返父母。問題係當呢份愛加入咗回本兩個字，教育就好容易由培養一個人變成投資一件產品。小朋友嘅興趣、性格同理想慢慢變成次要，而最重要嘅係份職業夠唔夠體面，人工高唔高，講出嚟威唔威？香港人對職業嘅想象好多時都係一個金字塔，最上面係醫生、律師、會計師、金融才俊，最好做到月球人或者星球人。中間係各種辦公室入面嘅白領，再落少少先係技術工人、服務業、清潔工、地盤工人。大家都識講職業無分貴賤，但係到仔女真正要揀科、揀學校、揀職業嘅時候，態度又可能完全唔同。你讀咁多書，唔通走去做廚房？讀完大學走去做寵物美容？咁讀大學嚟做乜？香港教育學者研究本地職業教育時，亦指出，職業教育長期被視為較次等嘅選擇，背後唔單止係課程問題，更牽涉社會點樣建構成功同好學生嘅形象。換句話講，我哋唔單止將學歷分高低，連人都不知不覺被分成3、6、9等。社會學家布迪厄有一個概念叫做象徵資本。簡單啲講，有啲職業除咗帶來收入，仲會帶來名譽、身份同認同。例如你話自己個仔係醫生，人哋第一個反應可能係哇，好叻仔喎。但如果你話個仔係通渠師傅、冷氣技工，對方未必有同樣反應。即使有啲資深技工收入唔低，技術要求極高，甚至比部分辦公室職位更難取代，社會給予佢哋嘅掌聲仍然係相對少好多。我哋追求嘅未必只係一份適合自己嘅工作，而係一張可以向親戚朋友交代嘅名片。我讀中學嗰陣有一件事到今日仍然仲記得。有一日，校長喺操場訓示一位比較頑皮嘅同學，校長指住旁邊一位校工，大大聲問個學生：你大個咗想做我定係做佢？嗰一刻我唔係覺得個學生受到警惕，我只係好戥嗰位校工尷尬。佢明明只係喺操場做緊嘢，平時朝早可能比好多老師更早返學，開門、搬台凳、清潔、處理學校各種大小雜務。但係喺呢一刻呢一句說話入面，佢無端端成為咗一個反面教材，好似做校長就代表成功，做校工就代表一個人年輕時唔努力。但我好想問，如果一間學校冇校長一日，學校可能仍然可以運作？如果一間學校冇晒所有校工，垃圾冇人清，洗手間冇人處理，台凳壞咗冇人搬，課室冇人開，間學校又可以捱幾耐？職位高低同功能重要，從來唔係同一回事。一個人辦公室張凳坐得幾高，唔代表佢對社會嘅價值一定比較高。社會學家涂爾幹提出過社會分工嘅概念。現代社會之所以能夠運作，唔係因為所有人都係做同一種高尚職業，而係因為每個人負責唔同部分，彼此互相依賴。醫生醫病，
但係醫院亦都需要清潔工人控制衛生，需要維修技工確保電力、氧氣系統同升降機運作正常。工程師設計鐵路，但係凌晨入去路軌檢查，喺又熱又焗嘅隧道內維修嘅係另一班技術人員。我哋朝早出門見到街道乾淨，未必會特別留意，但只要啲垃圾幾日冇人清理，我哋就會即刻意識到清潔工有幾咁重要。一場黑雨或者颱風過後，大家安坐屋企睇新聞，有啲人卻要冒住風雨清理塌樹、修復道路、疏通水渠。地盤工人日曬雨淋修建我哋居住嘅樓宇大廈，渠務工人進入又污糟又危險嘅環境，處理我哋平時連望都唔想望嘅嘢。鐵路維修員通宵工作，只為第二朝第一班港鐵可以準時開出。仲有紀律部隊、護理員、照顧長者嘅院舍員工，以及救助貓狗、處理受傷動物嘅前線人員。佢哋未必着西裝，未必有一張讓親戚羨慕嘅卡片，但佢哋每一日都支撐住呢個城市。一個社會真正重要嘅人，未必係最常被看見嘅人，好多時反而係一班一旦缺席，成個社會立即出事嘅人。更諷刺嘅係，我哋咁多年嚟叫年輕人避開體力勞動，最好讀大學、坐辦公室、有冷氣嘆，因為覺得白領工穩定有前途。但去到 AI 年代，呢一套想像正開始慢慢動搖。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未來就業報告訪問超過1000間大型僱主，結果顯示行政助理、秘書、資料輸入員、銀行櫃員等文職職位正被視為未來幾年縮減得較快嘅工種。受訪僱主預計到2030年，僱員近40%核心技能將會改變，即係話我哋以前以為最安全嘅辦公室職位，未來未必真係安全。相反，一啲需要現場判斷、手眼協調、人際信任、照顧能力或者複雜技術嘅工作，反而未必咁容易被機器完全取代。AI 可以寫一封 email， 但暫時仍未可以喺凌晨3點爬入地底幫你修理爆咗嘅水管。AI 可以分析一張 X 光片，但喺病人最無助嗰一刻，仍然需要一個有血有肉嘅真人行過去，幫佢蓋好張被，聆聽佢嘅需要，或者講一句關心嘅說話。所以將來真正重要嘅可能唔係白領定藍領，而係一份工作需要乜嘢能力，可唔可以解決真實問題，以及從業員有冇被公平對待。當然，講職業無分貴賤，唔代表我哋可以浪漫化低薪同體力勞動嘅工種。清潔工人值得我哋尊重，唔代表佢應該接受低工資。地盤工人係城市英雄，唔代表佢哋應該喺冇保障嘅環境下冒險返工。照顧長者、病人同動物嘅工作有意義，亦唔代表從業員只可以靠愛心一路撐落去。真正嘅尊重唔只係見到清潔工時講一句辛苦晒，轉頭要佢哋繼續接受低人工、工時長、唔夠休息等對待。尊重應該包括合理工資、安全工作環境、晉升機會，以及唔會因為一個人穿制服、手拎工具做體力勞動，就用較低等嘅目光嚟望佢哋。香港喺2025年第4季有大約367萬名就業人士，整體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只有約20500元。呢個數字提醒我哋，社會大部分人都唔係媒體口中年薪百萬嘅成功人士，而係每日準時返工，用自己嘅時間、體力同專業維持家庭同城市運作嘅普通人。如果我哋只尊重最頂尖嗰一小撮人，其實就等於否定咗大部分努力生活嘅香港人。返去呢集開頭提到嘅嗰位媽媽，佢希望仔女有好嘅生活，完全冇錯。佢希望佢哋大個可以做醫生，亦都冇錯。但最重要嘅問題可能唔係我使咗咁多錢，仔女將來做啲咩工作先可以回本，而係仔女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，佢哋擅長啲咩，中意啲咩，又願意為啲咩事情付出。佢哋將來要過一種點嘅生活，先會覺得值得。有啲人啱做醫生，有啲人適合做木工，有人擅長修理機器，有啲人可以耐心照顧一隻受傷嘅流浪貓。每個人本來就唔一樣。教育最珍貴嘅地方，唔應該係將所有人複製成金字塔頂上層嘅人，而係幫每個人揾到一條啱自己嘅路，活出自己想要嘅人生。有啲路可能唔夠體面，講出嚟
未必會令人哇一聲，令人羨慕。但只要佢誠實勞動，唔傷害別人，可以照顧自己，同時可為別人帶嚟一啲好處，就已經值得被尊重。最後，我想由心感謝每一位平日被忽略，但又不斷貢獻社會嘅工作者。多謝凌晨維修路軌嘅工友，多謝烈日下修路嘅工人，多謝清理街道同水渠嘅人，多謝喺醫院、院舍、學校、屋苑裏默默工作嘅前線員工，亦多謝每一位救助流浪貓狗、替動物清理傷口嘅人。城市之所以睇起嚟井然有序，唔係因為所有人都係醫生、律師同高級行政人員，而係因為有千千萬萬個人各自喺自己嘅崗位，將一啲人哋唔願做、做唔到，甚至冇留意到嘅事情做好。所以下一次，當我哋問一個小朋友，你大個想做咩？唔使急住要佢哋決定答案，更加唔好再問你想做校長定係做校工。我哋可以問佢，你想用自己嘅能力點樣幫呢個世界變得更美好？因為一份工作嘅職銜從來唔能夠決定一個人嘅高低。真正令人覺得高尚嘅唔係職銜，而係一個人點樣對待自己嘅工作，點樣對待身邊每一個看似平凡嘅人。今日講到呢度，你哋心目中又有冇一啲人或者職業覺得要同佢哋講聲多謝？不妨喺留言度話我哋知。下集再見。我叫阿銀，大家如果想聽啲咩香港故事，歡迎投稿，或者可以喺留言話我聽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， 我會同你分享喺大家身邊嘅大城小故事。下集見。